做这个抽水站是要到沿航的抽水站，抽沿航的水，还有那个东桥过来那边，现在正南山路那边做的那个盘箱是从东桥然后流到这边来，所以现在我们沿航还今年还是那几条街还是淹水，所以看做这个抽水站会不会改善？做这个抽水站呢，最大的就是我们沿航里的排水问题啦。这里的是比较低洼地区，所以我们要设置抽水站来抽水。之前已经有永康抽水站，还有永康东抽水站，这样子的抽水能力呢，对低洼地区是有不足了，所以市长就跟国土署来争取经费，争取了3.94亿元来办理这个应对抽水站。那这样子呢，就可以有效的改善整个沿航地区还有那个正南山路下来一个低洼地区的一个积淹水。市长在跟区局长的合作之下，持续的跟中央来争取经费上的补助，后续还有相当多的治水预算会拨给台南市政府来完善整个台南市政府的一个治水。掌握市政3分钟，台南进步向前冲。3、2、1，请启动！台南市永康区盐州抽水站竣工启用。这个盐州抽水站，事实上，是每秒钟可以抽26.5 CMS， 也就是每秒钟抽26.5吨，非常大的一个抽水量。那应该可以保护面积有达到76公顷。这么大的面积，我相信对于永康地区民众的生命安全、财产安全会有最大的一个安全的保障。但是人为的力量毕竟有限，大自然的力量是无穷的。我们希望面对极端气候，我们尽量做可以让那个沟渠不要阻塞的，这些是民众可以做的就能够拜托我们民众来配合。抽水机量能再大，但是如果抽水管线不通，或者是沟渠阻塞的话，那也是不行的。所以我们还会全力的把该清的沟渠、该做的这个水利设施能够把它做好，希望能够让台南市不要再受到水患的这个侵袭。大家好，我是陈碧纯，欢迎收看10月24号礼拜四的中嘉台南地方新闻。议员尹爱达利伫个议会市政总质询，争取全国原住民运动会，市府会当伫交通等方面补助，持续栽培原住民体育人才。另外，针对优秀的选手回乡担任基层的教练，但是每个月却领袂到上佳基本工资。议员非常的唔甘，嘛真无奈，替影响市长来签名。面对台南19处的垒球场，拢集中伫原府城、甲溪南、溪北，才只有6个。议员尹爱达利伫总理巡马替当地运动人口来签名，希望市府会当参考新北市善用高滩地来建设。新北市它有一个高滩处，新北市政府组织里面有一个高滩处，专门管这些所谓高滩地、河川型水地。其实你看曾文溪，特别是中上游的地方，它堤外其实有广袤的地，所以我们之前讲要弄停车场、弄飞行场什么等等的。对，像这之类的，而不是说你看整个大西北地区，你距离有没有？你说将军、西港、七股都有了，然后呢，中间这条纵贯线的部分跟靠山这条线没有啊？大多数这些地方在台南，我不知道在新北是这样，在台南大多数是被占用去种菜，但是我们会跟中央河川署来试试看啦，看能不能做到。你想想看嘛，如果水淹了就淹掉，水退了以后就可以使用。议员尹爱达利派着原住民族人的支持进入议会，社会中嘛持续关心全国原住民运动会，市府伫交通等各项资源的补助。伊强调，栽培台南原住民的体育人才，就是培养国家级的精英选手。不过，伊嘛用一位优秀的选手回乡担任国小基层教练为例，一个月却领无到上佳基本工资，相当感慨。地主市长嘛具体回应，希望通案来改善。
台南新闻军职林英根采访报道。台南市运动艺文休闲园区 BOT 案已经有一间厂商提案，让小巨蛋出现希望。不过，议员詹培雅指出，伫日前申请单位被退件做修正，伊烦恼会产生变数，因为这个案超过100亿，委外70档，所以希望加入国家级力量来打造，才会当创造上大城市价值。议员詹培雅每一届总结选都会锁定南台南辅导新议案持续关心，对争取小巨蛋、科学未来馆一直到目前运动艺文休闲地区的规划经营，已经期待14档啊。虽然目前已经有一间厂商提案，不过9月因为申请人财务甲规划被退件修正中。议员烦恼敢会产生变数，所以建请市长同步争取总统赖清德担任市长的时，就想要催生的小巨蛋，用国家的力量创造上大的城市价值。咱一代就150个，互人用70档，无够咱也不是我们所要的。我希望我们不要为建设而建设啦，最大化的城市价值啊，要打造市民的文化地标啦。是，这点能行生啦。对不对？对。那我们国家级的，如果在2年之中，他如果能够说，当小的台南，我们的赖总统在选情之夜，台南市的民族圣地，伊是搁来咱家办的呢？是。是不是欢迎一个？接着我们现在总执行市长的反应，让赖清德知道，他曾经99年生下的蛋，到现在还没孵出来。他是不是能用我们国家的资源来让我们台南市这块地会更好？我跟总统建议，我觉得是可行的。另外，有关台南永民之家搬迁甲中华工程，伫今年第2季就开始施工，预计116年完成。其中总面积8公顷当中，机关用地有0.46公顷。所以议员嘛以东区新行政大楼、新中孝里活动中心等地方的需求，争取市府纳入规划，好好建设。台南新闻军职林英根采访报道。议员朱正轩伫总集选用台南市近5档来每个月车祸死亡人数的统计数字来做检讨，希望市府以减少事故伤亡做目标，来进行交通改革，为台南400开始彻底改变咱的交通文化。议员朱正轩伫总集选以台南这5档内每个月车祸的伤亡人数来检讨，认为趋势并无明显下降。虽然知影市府每个月就按汇报拢会提出 A1 等事故的分析，进行交通工程，起来是好一个改善。不过，咱每10万人 A2 事故的受伤人数，也个是全台数一数二的高。我们现在看的只是死亡数，如果以死伤数来讲，是台南市这个每10万人的死伤数，它的数字就是一直在跟台中抢第1、第2。其实 A2 才是比较能够分析事故的趋势，没错。比如说各种不同的在路段或是在路口 A2 发生的这个事件的趋势，那才是真的我们看到所谓的依照式的路段或路口的改善。这样，所以我相信整个市府团队一定会认为说交通是非常非常重要的议题，特别说不管是媒体还是社群上的讨论，其实大家对我们台南交通都有一些指教，是，所以我们一定要在这方面做非常多的努力。对，其实刚刚局长讲的也很对了 ，A1 只是 A2 中间情节严重的而致死，但事实上，如果你看 A2 的大数据的话，事实上就可以知道说哪些地方应该特别的注意，尤其有些地方发生 A1 的地方，其实它同一个路段 A2 的应该也不少。另外，伫台湾文化博览会受大家喜爱的吉祥物航安鸟，10月23推出公仔预告以后的持续欠会，互民众拢相当的期待，透过议员来定情。市长吴依婷嘛回应，该文创商品一定会可能是限量珍藏，其他是有另外版本的产品供应，来慎重思考。台南新闻军职林英根采访报道。2024台湾设计展伫台南，市长二位特别到主展区之一的小市场开箱，带大家来看食甲穿之间的文化。不过因为小市场周边的景观工程，搁伫个施工当中，
对议员质疑，惊游客留下无好印象。文化局回应，现在已经进入收尾阶段，会伫个短期26号进行完工。2024台湾设计展。市长黄伟綽亲上卫视群做起12点场，来替2024台湾设计展宣传。伫大菜市的展区内底，聚焦食甲穿两大主题，唔但会当看到台南在地的饮食文化，也佮呈现延续再生的纺织产业。吃好穿好在台南，要来台湾设计展。我们今年台南400要除了一直看过去的这个100年建筑物之外，也要看向未来我们未来的一个新的吃穿的环境。大菜市透过西台南做市场的概念发想，展现传统市场的精华，让人相当期待。不止个来到展场外口，尽管工程也未完成，就有议员烦恼，会影响到展览的进行，甚至让游客留下无好的印象。从工区的外面就可以看到里面，其实还非常多需要改善跟修缮的问题哦。那我们希望台南市政府让我们国人可以了解到，来台湾设计展看的是吃跟穿台南这个第一个城市的这个美好的地方，而不是说看到工地。那大家都是全力以赴，那因为时间已经确认了哈，一定是会在最后的时间内压线完成。那也请大家放心，在整个游逛区里面，好，整个全区包括展区以外的区域，我们都会全部来做一个收拾，哈，也会做一个确认，好，确保它是安全无虞的状态下，让大家有一个舒服的看展环境。台湾设计展为26号到10月10号，连续16天伫台南展场，文化局尽全力伫开展进程，完成周边cam展场内部测展工作，嘛规划好周边的交通路线，来迎接满满人潮。台南新闻社会采访报道。中央新闻在基隆，中嘉新闻在台北，中嘉新闻在新北，中嘉新闻在桃园，中嘉新闻在台南，中嘉新闻在高雄，忠实呈现最佳新闻。每周六下午1点，请锁定高雄都会台中嘉新闻周报，带给您最在地的观点，最有人情味的报道。台湾好新闻就在中嘉新闻周报。由新总表演团体所发起的岛屿共融艺术节，为即马开始到10月27号，伫台港文化中心展场，以自由边界为主题，希望用艺术共同推动文化平权。连美国在台协会高雄分处的处长张子玲也来赞声。坐着轮椅用雨伞表演舞蹈，带开观众看甲相当入迷。为着落实文化平权精神，台南市文化局、美国在台协会高雄分处等单位共同举办第2届岛屿共融艺术节。我们会透过我们自留岛舞蹈剧场的我们这些身障的老师，来发挥他们在艺术上面无边无际的思考以及创作的一个能量。欢迎大家来，我全家都有计划都来参加，我也很高兴我们能有机会邀请从美国来的艺术家，他也要来参加这个活动。这摆艺术节活动多元丰富，有邀请台湾、香港、澳洲艺术家、艺术团体共共用讲师，还佫有济素人舞者、身心障碍舞者参与环境美剧场演出，嘛将伫台港文化中心举办共融艺术展，推出公益手作奇迹。从障碍者角度出发的一些讲座，他们的生命的历程其实非常特别，所以我相信每个人都有低潮，那你来听了以后，你可以去理解，他们如何跨越或者是超越他们的低潮。对，我相信对人生是非常有帮助的。然后还有一些身体的工作坊，希望身障者都能够出来，走出来，跟我们一起舞蹈。此外，嘛扩大社会参与，邀请侪间社福机构、含合同文化艺术基金会、台南社区大学台港分校等单位来参与共融艺术，斗阵推展文化平权。台南新闻社会采访报道。
推广台南在地优质伴手礼，市府经发局举办113年台南好礼竞选活动，经过3个月的选拔，选出60件代表台南特色的伴手礼。同时举行颁奖典礼，希望结合优质的伴手，将台南的好米行销国内外。第选台南好礼商品相当多元，包括老中青3大店家拢有，各行各业的商品为了这回竞选活动推出全新的包装设计，不只展现台南丰富的地方特色，更是真材实料的实力。对好礼、对美食、加文化创意等角度，总共60件，成为代表台南113年的特色伴手。那我们结合安平的守护神剑狮，把冬瓜砖做成剑狮造型的，也符合比较年轻人喜欢文创的一个概念。这款呢西港麻油鸡呢小1人炖饭，除了在餐厅能够吃到之外呢，那我们特别做成带美食的形式，方便民众呢带回家呢就能够轻松的复热微波食用。这个代表安平的祈福、辟邪、镇煞，所以很多观光客来到安平就想要带一个伴手礼回家，所以这次以这个釉下彩的方式高温烧结，让这个作品可以让全世界人能看到这个安平在地的一个故事跟图腾。针对169间店家、214件商品所精选选出的特色伴手礼代表，22号嘛一一接受市长吴一婷颁奖，用趣味翕相的姿势留下美好的回忆。市长会中嘛公开邀请这些店家11月中透过新加坡的平台进行海外直播，将独一无二的台南味行销到全球，拼观光、拼经济。好东西要跟好朋友分享，好东西也要介绍给好朋友。所以不管是国内行销或者国外行销，我们都会加强，也让这个台南好物的含金量更高。因为这样子的话，从业绩以及从市民的认知以及好感度来讲，我相信对于这些业者他们在创新才会更有力量。如果没有得到市场肯定，那么叫好不叫座的情况下，那就不好了。因此，我们台南市政府也会跟商圈以及许多业者配合，能够把台南好物行销出去。今年获奖的台南好礼，后续卖透过网络持续行销，希望专属于台南的特色伴手，成为大家自用送礼上好选择。台南新闻阮吉采访报道。过去拢讲目睭看到的才准算，不过随着 AI 科技的进步，现主时连样貌、声音拢会当用电脑仿造出来，甚至阁被诈骗集团用来诈骗。中嘉宽频媒体所用宣导团队特别将防制诈骗的知识载到社区，让民众了解有啥物伪装的新技术。眼见不一定为凭，不肖团体利用 Deepfake 技术仿照名人言行举止，企图从中得利，或者是改变选举结果。这样的案例在国内外时有所闻。中嘉宽频媒体视图宣导团队24日来到了南区新兴睦邻教会，向社区民众分享反诈新知。太多这种灾难影片都可以用 AI 制造而成。而且这边东西就是如果你长期看下来的话，可能会对灾难感到疲劳啊，还是这些通灵的反应。所以这个东西也是很重要的，你都不知道它是不是真的，所以也不要随着转传。更重要的是，有时候这种影片、这种照片，很喜欢拿，比如说88风灾的灾难影片拿来讲现在的，这都是常常看到的。除了教导民众如何防范 Deepfake 诈骗，宣导团队也分享了正确接收资讯以及善用查核 App 的观念，提高民众媒体识读素养，做个聪明乐听人。分享一些案例有没有特别有感的？对啊，我就是这样子才知道说那个 AI 就是有很多的模棱两可的的信息，所以我们要很小心啊。你觉得今天这个课程实用吗？很实用啊！AI 变了，觉得说哇太神奇了，怎么这样一下可以变16个脸？会觉得那个提高你的什么防备意识吗？对，尤其是现在3C 的进步很快，但是虽然长辈他们没有在
用手机的还是很多，但是这些的资讯给他们，其实回到家里面，他们还是可以去跟小朋友啊，或者他们的家人去做一个互动沟通这样子。对，所以很棒的课程。媒体识读宣导团队也设计了许多有趣问答，让社区民众学习过程变得更轻松愉快。中嘉昆明三冠王双子星总经理陈建春表示，媒体识读宣导除了分享各种反诈新知，也在课程中分享了如何辨别假消息。课程内容实用且有趣，也欢迎对课程有兴趣的社区民众或者是学校团体，都可以向公司报名。媒体识读免费报名专线06-281-5194-8516许小姐。记者张硕维台南报道。高雄真定区瑞祥里内有一间无招牌猪脚店，少年头家因为真介意猪脚，所以专工北上拜师学手艺。回去高雄以后，逐工拢会露出骂一口又个好食的猪脚。搭配真入味的肉色，加健康营养的配菜，就算是位伫巷仔内，阁无招牌，嘛是吸引真侪人客上门来搞观。中午时间一到，许多民众就排队等候，为的就是这一锅锅熬卤过后，肉质 Q 弹，满满胶原，美味到不行的猪脚。猪脚好吃，然后呢？不好吃。我常来吃，然后我觉得它的那个肉质还不错，然后也不会太肥，也不会太油，因为老板他们都挑的还蛮顺口的，那个口味对我来说是很棒的。你这猪脚最好食的啦，啊无阮住伫新路路遐拢走来这买啦。肉好 Q， 好吃。不能比喻啦，卫生足注重，这个物件也可靠。前镇区瑞昌里巷弄里内这间无招牌的猪脚店，年轻老板因为喜爱猪脚，特地北上拜师，学出好手艺。回到高雄后，每天都用特选的猪脚搭配上非基因改造酱油，熬卤出一锅锅肉质 Q 弹、满满胶原美味的猪脚，搭配上这一锅镇店之宝，充分入味肉燥卤汁，非常的下饭。外加健康营养配菜，即使是巷弄内无招牌，也吸引许多民众老饕上门，享受这满满幸福美味。这个满满猪脚呢，是跟我老婆，然后朋友我们一起想出来的，就是希望吃到我们猪脚便当呢是有满满的幸福感。每天呢就是新鲜卤的猪脚、腿裤。那肉燥的部分呢，我们是经过4道关卡。第一道关卡就是我们会先把肉燥汆烫，就洗个澡嘛。那第2道关卡就是让肉燥上色。那第3道关卡呢，我们会把大骨蔬菜熬出来，熬成汤，然后再把肉燥放进去。胶质呢，它就是吃起来会非常黏嘴。那对女孩子啊，对长辈啊，其实对这个身体的这个胶质补充啊、美颜有一定的这个增加的效果。满满猪脚呢，我自己个人是真的非常非常喜欢。为什么？因为很清爽，然后很卫生、很干净。因为它就不是在大条的马路边，所以可能一些路过的民众可能会比较不知道。那会知道的对象应该可能会是从网络上来得知。欢迎大家在我们瑞昌社区这边有这样的这个猪脚这个美食啊，欢迎大家多多来买，多多来吃，真的卫生健康又好吃。没有传统猪脚的油腻，或者是上面的毛没有拔干净，猪脚店家人总动员。用心将一只只猪脚，不管是切片、带骨或是大块腿裤，全都熬卤到肥嫩滑腻，恰到好处，又让顾客吃到满满幸福美味。不过因为用餐的时间超忙，建议顾客可以事先预订冷冻包，在家也能够好好享受这幸福的猪脚美味。记者张世明高雄报道。感谢你收看10月24号的中嘉台南地方新闻，我是陈碧纯，咱再会。
上当了，有钱要进来了。只要你敢领，警察一定抓到你。抓到也不会那么严重啊。打诈新四法上路，严惩诈欺犯，骗越多关越久，最多关12年，最重罚3亿元，提高假释门槛，犯3次不得假释。要让诈骗集团想骗的不敢骗，已经骗的会被抓，骗到的没得花。守护诈骗被害人，提供被害人多元协助，有疑虑就打165，让政府来帮你。打诈新四法，加重刑罚，共同打诈。现身和投资群组，传授心法，保证获利耶！下载 APP， 投资储值。等一下，我没有开任何投资群组，这个是诈骗。打诈新四法上路，扫荡投资诈骗，严惩诈欺犯罪，最重关12年。有疑虑就打165，让政府来帮你。打诈新四法，加重刑罚，共同打诈。等一下。那个杨秀慧是假账号，政府为什么不管不抓啊？国之将亡，必有妖孽。那想啊，不进乎啊要是我一定立法严办严惩，增加更多的打诈工具。这边已经有啊，打诈新四法上路喽！每当个计划名怕公狗，严惩诈欺犯罪，最重关12年喽！全民来打诈，反诈165，反诈有你我。打诈新四法，加重刑罚，共同打诈。还记得演练抗震保密3步骤吗？我记得哦，趴下、掩护、稳住。当发现建筑结构毁损且评估不可久留时，这时要带着避难包前往避难场所紧急避难。说到避难，全民防灾1点通或消防防灾1点通 App 可以查询最近的避难收容处所及导引。发生灾害一定要冷静，更要记得以上紧急避难方式哦。用水不浪费，滴滴皆珍贵。节水一小步，永续一大步。游水心头猜，大家来秀水，节今日之水，解明日之渴。一点一滴省，全民齐节水。节水因为密，用水有效率。避免阳光直射，距离墙面10公分以上。定期清冰箱，让内部冷气流通。温度设定26到28度，家电扇助循环。睡觉定时4小时，滤网2周洗1次，提高降温效率。更换 LED 灯具，省电50%。随手关灯，选购有节电标章、效率1级的产品。随手关灯，节能减碳，减轻地球的负担。节能省电救荷包，爱护地球一起来！消灭用电怪兽打作战，请你跟我这样做。消灭冰箱怪兽这样做，避免阳光直射，距离墙面10公分以上。定期清冰箱，让内部冷气流通。热时冷却再放入，减少耗电量。不要频繁开关，压缩机运转很耗电。消灭冷气怪兽这样做。温度设定26到28度，家电扇助循环。睡觉定时4小时，滤网2周洗1次，提高降温效率。冷气启动最耗电，切勿频繁开关。换购冷气时 ，CSPF 值越高越省电。灯光照明占家用电量10%。消灭照明怪兽这样做。更换 LED 灯具省电50%。灯具定期擦，提高光源效率。善用日光效益，不开灯不耗电。随手关灯，随手关灯，随手关灯，打击耗电小怪兽。煮饭前先浸泡，缩短烹煮时间。随手拔插头，家电不待机。累积衣物一起洗更省电。选购有节电标章、效率1级的产品。随手关灯，节能减碳，减轻地球的负担。又有人上当了，有钱要进来了。只要你敢领，警察一定抓到你。抓到也不会那么严重啊。打诈新四法上路，严惩诈欺犯，骗越多关越久，最多关12年，最重罚3亿元，提高假释门槛，犯3次不得假释。要让诈骗集团想骗的不敢骗，已经骗的会被抓，骗到的没得花。守护诈骗被害人，提供被害人多元协助，有疑虑就打165，让政府来帮你。打诈新四法，加重刑罚，共同打诈。
哦，谢生和的投资